哇！呢種最新嘅騙案真係好易中招喎，大家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。話說我身邊有個事主，佢前2日個 WhatsApp 突然收到佢一個熟悉嘅朋友傳信息嚟，一開口就問佢可唔可以即刻轉1萬蚊港幣俾佢。佢朋友就話有個親友急需要唱港幣，但衰在自己個銀行戶口入面冇咁多，仲同事主講聽日就會還翻俾你。其實呢個事主都好醒目，佢一見到咁樣，第一時間就警告佢朋友，叫佢小心係詐騙。點知嗰邊佢朋友竟然即刻覆佢，唔使驚，佢已經收晒各位親友嘅錢。聽見對方咁講，事主當下都動搖咗，開始放低咗戒心。但係好彩咁啱佢當時返緊工忙緊，所以未有咁快去理呢個朋友，諗住等自己收咗工先至再慢慢轉賬俾佢。去到6點半嗰陣，佢呢位朋友即刻覆返佢，話原來自己個 WhatsApp 頭先被人 hack 咗，頭先發信息問佢借錢嗰個人根本就唔係佢本人。最終真係好彩，事主因為返工忙避過一劫，冇造成任何金錢上嘅損失。喺度都想特別呼籲各位朋友，要預防呢種咁陰險嘅騙案，大家記緊以下2點。第一，收到呢種朋友問你借錢或轉賬嘅信息，千祈唔好即刻借錢俾佢先，建議即刻打個電話同朋友親口確認下。記住要用傳統電話打，千祈唔好用 WhatsApp call 打，因為佢個 WhatsApp 已經俾人 hack 咗，你打 WhatsApp call 只會打咗俾騙徒。第二就係大家喺電腦用完 WhatsApp 網頁版或者電腦版之後，記得一定要登出，千祈唔好貪方便就咁擺喺度，因為萬一唔好彩你部電腦中咗木馬程式，騙徒就可以直接控制你部電腦嘅 WhatsApp，周圍發呢類詐騙短信去呃錢咯。